台南有民众买山鸡肉，还未透开，就发现内底有一粒金色的螺丝帽。嘉义县卫生局接到通报，随去太保的食品厂稽查，业者嘛强调讲，因当咧调查，看倒位出问题。民众拍开这传统的点心沙鸡肉，内底有葡萄干、有杏仁，拢是真正常的配料。不过，这个还未透开的沙鸡肉内底，竟然出现金色的螺丝帽。为什么这个葡萄干怎么是亮亮的？这样，我一看说，哇，怎么有一个螺丝帽在里面？这样，那我就觉得说，我就把它先留下来。还好小朋友他要我们帮他拆，那他不会拆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没有拆开的状况之下，原封不动。到花地啊，等一进前办活动，准备沙鸡肉做点心。不过，咱未透开来食，就发现有螺丝帽伫内底。虽然后来有甲食品公司联络，不过得到的回应算是真冷淡。他要我寄回去给他，然后他寄一份回来给我。我很诚心说好，您在哪里？我过来回收，我来亲自跟您道歉。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。实际到这间伫嘉义太保的食品公司，业者强调，因当咧理清是生产过程的倒一个部分出问题，卖搁加强管控品质。我们会去对那个生产和制造的过程做了解，那会对消费者做完全的负责任。那本局立即派员至现场查核，那看查核结果，再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办理。有螺丝帽的沙鸡肉还搁伫咧消费者处理，嘉义县卫生局嘛到食品厂稽查，后续会搁依照稽查结果来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